A 中心的防疫政策较严格，若是有一个确诊，就要全面暂停营业，搁要退费予家长。不过员工的薪水搁有厝税同款来支出，服业者实在真烦恼。今日业者就讲入为做伙开记者会，希望中央会使斗相共。 疫情拖到幼稚园，教育部统计已经有1000多个幼稚园确诊案例，保护幼稚健康，亲像托儿中心就有较严格防疫指引。若有一个确诊案例，就要全面暂停营业。但是员工的薪资、厝税等等，也是爱付，连带搁要甲费用退给家长，业者实在真烦恼。 要复课的时候是10+7，他17天这个员工才能上班，可是17天的薪资要由我们来承担。按照行政院消保出的公告的定型化契约是要退50%的。老师的薪资不用去算，我们只要是退费给家长的部分，就大概10万。5岁以下的囡仔目前也无新冠肺炎的预防针通好注，快筛试剂也真抢市。业者表示，希望中央会使提供托儿中心快筛试剂，针对红婴的体检，也希望会使提供喙脯体检来替代。我们全国补助了1229家，4.5亿多的一个纾困。那今年如果因着疫情的影响，那我们还是配合行政院整体的纾困政策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也会积极为托婴中心的业者来争取。政府提供快筛剂给托婴中心，或者说提供托育快筛剂给儿童，我想这个就是整体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划，我们都会来配合办理。卫福部表示，托儿中心防疫指引修改目前正在进行，但是业者讲今年有纾困是因为三级警戒，若是今年无纾困要安怎？卫福部表示会甲意见早退去建议。记者郭根张随台北报道。